继续来讲，这个台南的蚵仔当咧大出。过去的经验，这个1、2月啊，这2个月产量会当达到2000吨。本地这个蚵仔农，伫农历过年前，阁会当卖一个好价销。也毋过，为这个越南进口的蚵仔，是一年比一年较侪。啊，讲即摆市面上就占9成，而且阁用俗仔价参揽台湾蚵仔类抢市场。蚵仔农是叫苦连天，今仔日有布条来抗议，希望相关的单位帮因来解决困境。蚵仔农脚手真好，一人一人新鲜的蚵仔，甲起到岸边。台南市外海饲蚵仔数量有9000几坪，年产量差不多4500吨左右。1、2月份是大出的时，本来是欢喜的时阵，也毋过真慢。白龙驶到航道单尊里，甚至女布条表达心内不满。拢甲破好的进口入来，伊蚵仔甲你摕伊就会当去市场卖啊咧。味道是有差，因为台湾毕竟养在外海，很轻很滑呢。一斤差不多120块越南蚵仔，大量进口，去南一斤180块左右。台湾蚵仔除了抢市场以外，还有食安的顾虑，甚至影响到在地销售。依照统计，敢若去年11月就已经进口1300多吨。市面上有8、9成就已经是越南科了。我们希望政府能重视我们本土的科农。目前市面上有真侪越南进口的蚵仔，据说讲大盘无啥想要买台南的蚵仔，严重影响到产业发展。即摆因提出2项诉求：辅导咱的科农，以后就是讲拍出咱台南有这个蚵仔这个品牌吼。即摆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会使做伙想一个办法解决即摆问题，保障蚵仔农的生活，更加好台南饲蚵的产业会使永续的经营。